好，歡迎翻到嚟我哋今日第二節隔岸觀火啊！咁講翻俾大家聽啦，頭先我哋講咗天安門四君子啦，咁除咗劉曉波之外，另外三個係周舵、高新同埋仲有一個叫侯德健嘅。我諗淨係侯德健俾我聽過，其他嗰兩個好似冇乜印象。所以大家有興趣嘅又我哋始係自行。係啊，可能我哋始終89年，我哋仲係比較年我哋識青。嚟識去都係。我諗好主要，即係大家認唔認識佢哋，好主要睇佢哋喺6·4之後仲有冇從事相關嘅社會運動啊、維權運動啊，或者出書啊咁樣咯。咁我諗劉曉波最著名啦，所以係啊，咁係咯，佢哋就唔係學生領袖嚟嘅，應該係佢哋就係比較啲知識分子，即係唔係學生㗎，就特登翻嚟去參與呢個學生運動。咁或者我哋講翻頭先我哋第一節完咗嗰度嘅時候，我哋就講咗嗰陣時08憲章喺香港都有一啲迴響啦。咁就係有當劉曉波被判監禁11年嘅時候，咁有一啲香港好大部分都係年青人啦。咁佢哋就揾一啲紙製嘅刑具去鎖住自己隻手。OK。然後就一大班人即係好似你睇嗰啲古裝片拉出去斬首嗰啲人咁樣，一個拖一個咁樣。係啊，一個拖一個咁樣， Okay. 跟住就喺香港邊境，香港同深圳邊羅湖、深圳邊境度行。老橋。係啊，跟住後尾又話香港警察又唔小心推咗佢哋個條係啦，嗰條界咁樣。不過呢啲就後話啦。但係所以想講嘅就係、咁，其實嗰陣時劉曉波被判監禁嘅時候，其實香港迴響係真係大嘅，大家都覺得呢件係一件嚴重嘅事嚟嘅。係啊，就係、都好嚴重。我諗翻起佢09年判監嘅時候咧，咁我諗佢12月25號判監，佢12月23號寫咗一篇佢嗰個宣言或者講咩？佢最後自辯，佢法官自辯一篇。當然喺嗰度冇機會去講出嚟啦，但係佢就俾咗香港嘅啲媒體去印咗出嚟。咁佢嗰篇嘢就叫做《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啦。咁我讀少少俾大家聽啦，因為都好感動。其實我睇完到節錄啦。劉曉波講嘅，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判過我的員警、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甲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咁呢個就係佢最後嘅宣言啦，叫我沒有敵人啦。你睇到劉曉波係一個點樣嘅人咧？即係話佢被判監11年啦，佢可能嗰陣時仲未知佢判監幾耐啦。但係佢表達到嘅係咩？佢呢篇咁嘅自辯就係佢講我沒有敵人，佢希望以愛化解恨。我之前即係我哋上一節都講過啦，即係對劉曉波嚟講，坐監唔係一件太新鮮嘅事嚟㗎啦。都試過。佢都算係一個職常客業嘅監等嚟㗎。難聽啲講就，佢係俾人拉過好多次。咁我早排又係睇 YouTube 咁睇到段片，我唔知係幾時訪問佢，但係我諗應該係可能06、07，即係喺08憲章即係佢因為08憲章俾人會去捉之前啦。咁佢就話：你作為喺一個極端政權嘅國家裏邊，你去推動一個維權運動，其實被坐監即係被拉去坐監，被人監視、被人偷聽，係你嘅工作嘅本分咯。即係你咁樣俾人打壓係一件好理所當然嘅事，而佢亦都知道佢繼續留喺中國做
講一啲咁樣嘅嘢，佢定會會有個咁嘅後果咯。但係我好欣賞佢就係佢同其他我咪話現人士唔同，人哋全部都走晒海外，但係佢仍然堅持係留喺中國呢個土地上面，但係冒住一個咩危險，就係一定會坐監，一定會受打壓，未必自己寫嘅可能可以講到俾人知，可能俾人軟禁，可能連太太嘅生涯都保障唔到，但係佢都仍然堅持繼續喺中國呢個土地上面唔去走喎。咁呢個係我好值得尊重咯。呢個係真係最佢係真係愛國嘅一個人。可以咁講。佢係愛得好深咯。我最記得一樣嘢就係佢我諗佢自辯嗰個亦都講到，佢希望佢將會係最尾一個以言入罪嘅被以言入罪嘅人咯。但係佢佢坐監冇幾耐，一定唔係第一個。唔係，但係佢入獄之後冇幾耐就譚作人又被咩啦被判入獄啦。幾多年我突然間識唔起譚作人嗰個，我都唔識。好似4-5年嘅。 4-5年冇係啊咁大鑊嘅。 4-5年。譚作人都係係咯，咁得就係正正因為咁挪威方面就頒咗諾貝爾和平獎俾劉曉波咯。其實之前係唔知係真係頒之前早1-2個月先真係有風聲傳咗出嚟，係話佢會被提名咯。之後即係之前一直都冇人話會講過劉曉波係有機會啊，或者有即係有大嘅攞獎嘅機會，甚至被提名。係真係到啱啱之前2個月就開始唔知點解邊度有新聞話出嚟，話劉曉波被提名啦。咁之後我哋國家偉大嘅祖國又有人推波助瀾咁樣。Jason 會熟啲啊？即係推波助瀾意思咪即係曲線咁樣去幫佢攞？你自己傳譯啦。我對你嘅解讀就係咁樣，就係外交部就當年就派啲外交官就試圖游說呢個挪威嘅方面就唔好頒獎俾劉曉波啦。施壓啦。呢個施壓又好，利誘又好，乜嘢都好啦。係幾公開其實都，即係全世界都知全世界都知佢施㗎壓好嘢喎，真係。唔係咁，因為挪威嘅方面就會講噶嘛。嗯。咁但係最後就好曲線咁，更加就即係好似 Hugo 咁樣推波助瀾咁樣協助到呢個劉曉波。其實我真係覺得攞呢個劉曉波攞諾貝爾和平獎咧，中共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功勞喺入邊。如果唔係佢咁樣去推一推，係啊，去呢個恐嚇又好啊，利誘又好，挪威政府嗰邊咧，可能外交部入邊有啲有良心嘅官員就特登咁樣做啦，我唔知。其實係咪副營啊？我唔係好肯定。外交部部長、副部長啊嘛，定係啊？我唔好 exactly 記得個職位咯，但係我記得好似係副營咯。我諗係。咁其實係一個幾大嘅官嚟，咁你公開做一件咁嘅事，咁你又俾人揚咗出嚟，其實都幾核突㗎。我記得佢係真係有啲係經濟上嘅威脅俾咗挪威，定純粹話破壞兩國貿易，破壞兩國友好關係咁樣嗰啲咁嘅嘢，都係官式嘅説話，大家都聽得多啦。但我相信大家都 feel 得到入邊有一個經濟上嘅威脅喺入邊啦。唔係，但係講真，挪威其實同中國冇乜咁唔係係大量嘅貿易啦，都有嘅，實有嘅，但係有啲咩咧？但係就唔會好似美國咁三文魚啊！我都淨係諗到三文魚，唔好意思。中國唔要你三文魚算啦。應該唔止嘅，但係即係都實有，但係就唔會話好似美國啊、日本咁嚴重。當然啦，呢樣嘢好值得講嘅，其實就係正正因為中國呢個經濟崛起咧，好多國家都好希望同中國嘅經濟或者中國建立翻一個好嘅友好嘅關係，去帶動佢哋經濟。所以你見到其實喺特別呢10幾年啊，喺國際社會講到中國嘅民主人權嗰方面咧，其實係聲音係少咗好多，係啊。但係自從呢件事開始，咦，好似有興起翻一個聲音。唔係，其實一路以嚟都係通常就係譬如美國啊、西歐國家都會好積極咁樣去探討呢個中國嘅人權問題。但係譬如你話真係一啲發展中國國家，佢哋係需要中國嘅金錢援助，譬如非洲啊、東南亞呢啲國家，佢哋反而係唔會去出聲咯。咁我哋呢一節都差唔多時間，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下一節啦。